不进去了，快去吧。我还没想好我该怎么说呢。哎呀，你随便劝劝他就行了，去吧。我去呀！都说了别来烦我，给我出去，滚出去！你这样会砸伤人的。就打算这么醉下去吗？醉了，就能不娶明玉格格了？心里烦，烦什么？我烦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一是你不喜欢明玉格格，却要娶她；二是你对我有好感，却不能娶我。你愿意做我的侧福晋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很好，我一定会。我不愿意。我知道，纵然让你做我的嫡福晋，你也不一定会愿意。可是，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。现在更加不可能。你既然什么都明白，干脆打定主意，做个明白人，不要让八爷他们再担心，又惹皇上生气。我已经任由皇阿玛摆布了，难道还不能发点脾气？大事上都已经屈从，又何必在小事上轻者痛，仇者快？若曦，你喜欢过我吗？喜欢过的。其实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其实，这2天，我一直想当面问你，可是，又怕答案是我不想听到的，所以就不敢问。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很蠢。不好好读书，不上进。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再怎么努力，也不能像4哥、8哥、14弟他们那样。他们读1遍就记住了，可是我要读3遍都记不住。皇阿玛说的话，他们很快就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可是，我就是想破脑袋我都想不明白。脾气又急，经常鲁莽闯祸，所有人都明着暗着嘲笑我，只有8哥，他凡事都护着我，时时提点我。若曦啊，我是不是很笨？笨？不笨，怎么让我欺负呢？不过就是因为你笨，我才喜欢跟你一起玩。因为你高兴，就是高兴；不高兴，就是不高兴；喜欢，就是绝对的喜欢；讨厌，也就是讨厌。不像那些人，说几句话，绕几个圈儿。心里看着，脸上却笑着。
所以在你面前，我也可以高兴就大笑，不高兴就耍脸色。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若曦哥，